日经7月31日报道，日经和一组专家根据获得的卫星照片分析，证实了中共正在所谓新疆扩建核试验设施，加强核试验能力。在所谓新疆东南部干涸的盐湖罗布泊上空450公里处，一颗卫星探测到了新建筑的证据。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秘密核试验区由中共军方控制。最近，该地还安装了电力传输电缆以及可用于储存高爆炸药的设施，而未铺砌的白色道路从指挥所通向各个方向。8月4日，中共启动了环绕台湾军事演习，从不同的地点向台湾区域发射了11枚导弹，其中4枚飞越台湾上空，5枚导弹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造成了台海的紧张局势，引发了白宫和国际社会广泛的抗议和谴责。蔡英文表示，国军已经加强战备，白宫则下令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密切监控局势。此事件自1996年台海危机后，中共军队再次向台湾海域发射导弹。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随着中共病毒清零政策导致的城市封锁、工厂关闭、经济停摆、企业成本升高、盈利减少等原因，许多在中国的外商企业纷纷考虑撤离中国。大多数外国企业认为，如果继续在中国开展业务，就必须政治化。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等7国集团的外长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周三共同发表声明，对中国宣布的军演和对台湾的经济胁迫表示担忧，敦促中国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而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8月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韩国议长承诺，支持两国政府在对朝鲜加强威慑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合作和外交对话，实现有效的无核化与和平。晚些时候，佩洛西还访问了靠近朝鲜、韩国边境板门店的共同警备区。哈萨克斯坦立法机构和行政当局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观了土耳其阿科库尤核电厂。